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因为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就到4点钟。公營加得，點解一出嚟一人行一邊嘅？係啊，左得右加，一出嚟就分道揚鑣。我们这个石头刚好挡住了佳佳。哎呀，又有筍筍食，佢話正啊！穩定個舒服嘅姿勢先。家姐喺呢邊都揾到筍筍。離咁遠都要望住家姐食，咁緊張咩？係啊，明明已經隔咁遠啦，佢都仲要時唔時又望下家姐咁。
嘉嘉要靠近佢啦，佢更緊張啦而家，點算啊？驚唔驚啊？得得，假裝鎮定。誒，好彩地下仲有。喂，問下先。等個細佬嚟靠下背先。得得大膽啊！得得，夠膽喺家姐個嘴度搶嘢食，我俾佢搶到一塊筍皮，大膽！又想嚟多次。第一次其實都搶唔到，第一次就咬咗一塊筍皮落嚟，真係大膽得得。